我最近成日覺得間屋有啲唔妥。首先係啲食物好似俾人掂過，雪櫃支牛奶明明記得剩返半支，第二朝會滿返。跟住就係個音響，半夜2點自己播啲我完全都未聽過嘅歌。最古怪係我部手機，每日凌晨3點，佢會自己開住個 mon 30秒，顯示我一個從來都冇 download 過嘅黑色 icon， 個名得一個字，眼。我試過刪除咗佢，但係第二日又會出現返，直到3日之前，我終於忍唔住喺嗰30秒內撳咗入去。嗰個係一個直播嘅界面，畫面好暗，震得好犀利，好似喺一個好狹窄嘅空間入面移動緊。我睇咗幾分鐘先突然之間記得呢個係我間屋，個鏡頭正正係由我間睡房向外面影㗎。直播間得一個觀眾，個用戶名係一串亂碼嚟㗎，顯示屏上面飄過一行字：轉身。我成身打晒冷震，慢慢擰轉個頭，房門閂住，但係門罅下面有一道黑影。第二日我揾咗個鎖匠去換咗我全屋嘅鎖，喺屋企裝咗3個 cam。嗰晚我及實個 cam， 直到凌晨，一切正常。3點鐘，手機準時着咗個 mon， 個 app 又出現咗。今次直播畫面係屋企個廳，個鏡頭固定咗喺電視櫃上面，對住個 sofa， 即係我而家坐緊嘅位置。我抬頭望住個廳嗰個 cam 入面嘅我喺度撳緊手機。直播畫面入面張 sofa 係冇人噶，個 app 嘅 mon 又傳嚟一行字：望下張 sofa。我硬晒軚咁樣擰轉個頭望個身邊 sofa 有少少凹咗入去，好似有人喺度起咗身走咗。琴日我決定唔瞓，我開晒全屋嘅燈，揸住支棒球棍坐喺個廳度。凌晨2點9個字，我及實部手機。3點鐘個 mon 又着咗，我即刻撳咗入去。今次個直播嘅角度係喺我後面天花板角落頭嗰部 cam 影出嚟嘅。畫面入面我背住個鏡頭坐咗喺度，個身繃到實一實。跟住我見到直播畫面入面嘅我慢慢咁舉起咗部手機，同一時間我現實隻手都唔受控制咁樣抬高咗，我部手機鏡頭對住咗我自己。直播嘅畫面分開咗2邊，一邊係由我後面影住我，另一邊就係我嘅前置鏡頭入面影住我好驚青嘅樣，跟住個 mon 瘋狂咁樣 refresh 住同一句：我哋終於面對面啦！我掉低咗部手機衝出門口，喺麥當勞嗰度坐天光。今朝我返到屋企，一切都好似平時咁樣，但我發現一樣更加令人得人驚嘅嘢。我裝咗嗰3個鏡頭根本就冇插住電，佢哋嘅電線全部係俾人整整齊齊咁樣剪斷晒。而我部手機入面相簿多咗一條片，條片係由3日之前開始，每日一條片，全部都係影住我瞓緊覺嘅樣，拍攝嘅角度一次比一次近。喺尋晚段片入面，個鏡頭已經貼住我眼皮。條片最後有個新訊息 send 咗過嚟，係嗰個黑色嘅 app send 過嚟噶。今晚3點最後直播，主題係醒啦。而家係凌晨2點10個字，我屋企全部嘅鏡都俾我揾布冚住咗，但係我聽到睡房個衣櫃入面傳嚟好輕微嘅呼吸聲，同我嘅呼吸完全同步。係啦，你聽唔聽到啊？你個衣櫃入邊係咪都有聲啊？